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快紧嘞！啊，你今仔唔是要摕宝藏？是哦，你今仔讲有要摕宝藏？有啊！啊，等者好好表现哦，啊，讲话较大声的哦，哈！小宝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赵梦心，迈开智慧爱找智慧之士。今仔日啊，个队长大家好。队长，你感觉最近这天气是不是足寒的？啊，是啊，寒甲安尼。我甲安尼时阵哦，迄智慧之士哦，教我伫咧神殿的内底哦，织个围巾。围巾。啊，毋过哦，我这个扣着唔知安怎，这个安怎织哦，我拢织袂好势，我就想讲哦，要放弃。啊，毋过想要问小朋友，你平常时啊，敢有做啥物代志？去放弃？拢无放弃过。真好。有想要放弃过。想要放弃啊？啥物代志？高轮车。哦，单轮车哦，足厉害哦。我就是写数学的时阵，有一摆想要放弃。小困难。英文。英文啊？英文足困难，对伊来讲。人生哦是真侪困难，咱爱去面对。啊，不过咱爱有运动甲的精神，好好啊去面对。你讲好唔好？好。就参照今仔日你来挑战这个台语，讲台语，所以你就会心欢喜，摕到金箍箍哦。那呢，即马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路易文队出来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到这个所在。小朋友你好，上高职的小朋友，来，你好。哦，我头先有听到恁伫后口开讲，讲一寡甲放弃有关的，对不对？咱即摆来讲一个无共款。好。亲像我最近啊，新的一年我有设定一寡新的目标。我想要甲这个关卡，搁设计一下，设计咯，搁较困难的，搁较趣味的。若亲像恁敢有啥物目标？有设定过啥物目标无？我之前有讲要学台语。台语拼音。哦，这是真好的目标哦。啊，像看咱的节目，也是加讲一寡台语，加看一寡台语，你愈看愈顺，你一定会过关。咱先加油者，加油！啊，叶维你咧，敢有？骹球变甲较强吧。哦，你是真爱骹球对不对？我看你的裤就是阿根廷的。哇，厉害呢！你的偶像是不是梅西？跟我同款。我希望你的骹球有一天就参像梅西同款，好不？为咱台湾去踢这个世界杯。安尼加油哦！第一关哦，准备接招，起来卡！台语上练长，咱啊等于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看有几题，就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哎，各位探险队员，请问一下，恁厝内面有啥物，就是成员兄弟姊妹无？有一个哥哥，嘛有一个妹妹。妹妹伫遮？这是妹妹哦。妹妹。哦，妹妹伫遮哦。叶景是恁妹妹。哦，相生啊？
啊，可明呢，你敢有兄弟姊妹？我弟弟弟弟啊？对哦，所以你嘛是算混血儿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你是爸爸是妈妈，妈妈是台湾人，我是平人，哦，偏哦，我是法国人。法国哦，哦，安尼即摆要来甲恁考验嘛，我看恁台语拢真好，啊，恁就尽量讲出来好无？尽量帮。啊，希望过愈侪题啊，摕到金箍箍，加油哦！吼，现在噶来，开始，快点，注意看。月里，几个你？哪里？哪里？最好用掉，好好的用掉。是铅笔吗？不是，唔是鉛笔，唔是鉛筆，课本。啊哦，袂歹袂歹，本三个字，一张。对，一張，会使来借册。会使用这来借册。另外哦，学生证。哎呦，阿菜啊，厉害啊，菜啊！是动三个字，是动物，是恁后壁的四个动物内面的其中一个。会啦。哎几个你？两个字。哦，加油加油！过年会做的代志，对，过年的大个会使食的，来办会使食。板豆。另外一个讲法，咱大家做伙安怎？围楼。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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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几个你？两个字会使听到的，听到的，是你然后会发出声音。哎呦，有微赞哦！袂歹。几个你？两个字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是受伤的时阵，受伤的时阵，两个字。有哦，个人才机会，受伤的时阵，想看卖两个字。会有啥物物件？口水。啊，空水啦，对啦，咱来看卖到底因钓到几题，现在个。哦，右口算还是白口算？白。白啊！啊，无咱来讨论看卖啊，讲通安怎讲搁较好？好。围炉，咱做伙念一解。围炉。什么时阵爱围炉？过年。定定过年，啊，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二九暝。高美。二九暝围炉，啊，今年大家拢有伫咧台湾围炉无？你无？你伫法国啊？有。有影？啊，有收到红包无？有，但是有啦。去进前收到的。啊，去进前你看，酷偏黑去啦，去就是去啊，去进前啊，对不对？我起进前。迄嘛是偏黑去对不对？对。对。日文的课。哎，啊，恁三位嘛拢摕到红包。有啊。哦，围炉哦，一个真欢喜的一天。好，安尼后一个，后一个恁其实险啊，得要着啊，对。差一点啊。差一点点啊。咱做伙念，空嘴。你感觉安怎讲？啊，袂使讲到你，讲互别人听。会听。会听。会听。迄个所在会听。啊，搁有。有同学伤大爱家天气。哦，爱天哦，空嘴爱天哦，这厉袂歹害。好，咱来看觅，恁拢总摕到5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好来啊，后一关继续加油。随来进行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谁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换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。哦，还是。大家这关我拢足紧张的，啊，不过今仔日唔免紧张，因为我边仔这位是台语的配音员。哦，配音员等一下哦。，哎，麻烦你啊。哇，伊足有戏的呢，开始咧演啊呢。对啊，第一关啊，麻烦伊啊。哦，配音员哦，啊，你拢是配啥物较济啊？春天伫倒位？春天伫倒位？这是一条歌吗？绘本哦。绘本哦。最近要音乐剧。有音乐剧。哇。啊，搁是一个绘本哦。哦。安尼，我会使甲你小可考验一下。阮有一句话啊，恁非常了不起，是安尼讲，恁应该拢知影，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安怎？讲台语。讲台语嘛。讲台语。你敢会使用2种情绪
金属。先用恐怖的，较用古锥的。试看卖一个，安尼你想要先用倒一个？你要高子耶，古锥的好，安尼你看头前，啊讲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台语。好来，开始。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台语。哦，高锥高锥高锥。好，啊即摆换恐怖的哦，好来，开始。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台语。无讲后的啦。你拢讲袂晓，啊一讲就出来呢。好，改。恁已经算过关啦。啊，毋过嘛是爱小可出一下题目吼。对。跳清楚啊菜，要紧。咱请讲出皮，也是包即个字的词。皮、豆皮、慢皮、啊包就是册包、包啊、菜包、菜包、肉包，好，煞。开始哦，听来个包公对，对，皮皮包、皮包好，包菜包好，皮底皮好，皮慢皮，皮豆皮、好，包肉包好，包的皮老皮豆腐，老皮唔对啦，豆腐不是皮底皮。对了，皮肤讲嘛，皮肤，皮还是皮做的，哎呀皮大，多谢你。你真正是皮。皮够有无？无，好，pass。包心婚仪，包心婚仪，包心好，安尼会使，包心婚仪。哦，还有啥物包？恁遮听到足紧张的吼。还有啥物皮？啥物包敢有？皮鞋啊，皮鞋，对不对？还有皮衫，皮帽啊，还有包掠包，包装，10米地，差一地，伊哪会看我？因为问题出咧相身上，大家拢看出。看出。好啦，加油！不要紧，后一关加油，好来。第二个题目就是讲出对应的菜色甲果子。菜色就是青菜啊，还是果子啊，两个字啊，还是3个字？两个字就敢若是番味。安尼我个人使讲，两个字就是番麦啊，3个字就是番螺水。番螺水。番螺水就是恁的番味。听那个3个字。高丽菜。两个字。草莓。好。3个字。火龙果。3个字。气龟啊。哎呦，赞哦。好。3个字。龟仔年。两个字。柑仔啊有。好。3个字。四季果。两个字。苹果是。3个字做哪嘞3个字。你莫安尼啦。你较困难，你现实呢？3个字哦，菜色。平时啊菜袂使。火龙果。讲过啊。四季果。讲过啊。我知影。老手。金针果，该会晓安尼讲？金针果会使啦。啊，高头果。哦，来，换你啊，莫阁想啊。足有准的呢。 3个字较想。头先我应该改了。番螺水。
烦恼水，烦恼水，甲讲出来。烦恼水，是说甲大家讲平和的，烦袂叫烦恼水。好啦，我烦恼水。安尼你拢总是过一关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哇，有一个啊！好，真无简单摕到一个啊！后一关较加油，好无？嗯。好来，准备接招，今来个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将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我甲恁讲哦，咱台湾人定定拢用三个字伫个烧酒问，恁敢知影倒三个字？爸袂。哎呀，厉害啊，菜啊！啊菜啊，你嘛是拢安尼甲人拍招呼的，敢是？无，无恁搁知影搁有倒几个字通甲人拍招呼 ？Hello。Yes。台语无？敢有？你好。你好。啊，高早。哎，老早，食饱未？饱未？困饱未？困饱未？安唔安？好哦。安尼即摆要开始啊，赶动物啊！哎呦，兄妹啊，即摆要一队做伙来练手赶动物。安尼先就位，请就位。来，好啊，准备好未？好啊！加油哦，现在噶！开始，还手啊较大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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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啊，歪起啊！好，歪起好！啊，较细哩。伊若甲我拍，嘛甲我咪。甲你骂。骂吗？骂。好骂哦，好，对。开始。来，后一个徛个。你徛最近有较惨的。好惨哦，较消风雨哦，无啥食哦。加油！可以啊。好，鸟啊，甲小羹啊！鸟啊，得食小羹啊！好对。高有机会。好。赶快！加油！好，你边。好来，无啊，甲馒头。无啊甲馒头。姐弟无爱人在卖馒头。哦。地无人你卖馒头。最后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没啦，嘛真好，真够啊！来，请出来。来，好，咱来看下安怎做句较好咧。第一句你是讲，伊毋若甲我拍，佮甲我，嘛甲我骂，我知影伊可能是朋友 Q 咪。咪啊！是咪哦，我是讲我想讲。拍哪会佮食咪，对无？朋友 Q 啦。咪啊！哦，咪是咪啊！哦。哦，真正歹势啊！我咪，若安怎嘛安怎？敢有人要来做句看卖？那爱食饭嘛爱食菜。哦，这不都食鱼食吧？目钓菜甲，嘿只甲头前迄个连接词换掉安尼。哦，真好，好，来看后一题。鸟啊，甲小羹啊，哦哟。年华的佚佗物啊是小羹。伊会夹小羹啊，伫遐人啊，伫遐耍哦。创意的啊！哎呀，小羹啊，伫个鸟的腹肚内底啊，食去啊。好啦，算过关啦，后一题。无啊，甲馒头。我知影。好，袂歹。我内底有一个馒头。我先我内底有一个馒头，会使，真好。要紧。无啊，顶头有一个馒头。内底个顶头。倒来倒去啊，内底甲顶头。啊，
安尼咱来看卖恁拢总过几题。好，拢总对着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哎，较加载，你有甲这关摕落来，所以有2届摕宝藏的机会哦。爱较有信心的，知无？吼，咱袂用放弃。来看卖恁到底摕到无？赢来甲。哦，几届机会2届。 ？2届，谁要来决定呢？还是恁讨论一下？好人节，讨论一下好啊，恁讨讨论论。者，你想要选倒一个动物，你会当讲出来。哪里？嘿，较大声。安怎？什么？你是啥？你莫讲啥？什么啦？啥啦？你拄则是讲啥？什么代志？你讲。你甲我当作是活人，是我是活人。你看我为了做，你就知啊。哦，为了遮。你要伫遐围路的哦。所以你要选啥？哪里哦？哪里？这紧就决定啊！嗯。有影确定哦？买换。喂。好，既然要选到哪里？哪里哦？第一个金箍箍，希望你会当摕到。请起落。啊！无，啊你头先欢喜啥？你到底咧欢喜啥？不是哪里？安尼够像。所以你要选啥？没回了。没回了。没回了还是等要刷牛？手先放去看卖啊！没回了哦，看看啊。没回了吼。嗯。请起落。哇！安照！啊，得到了，是咱的趣味的倒椅。你就是上新啊！这之前慢慢出现过呢。比比的厝，哦，什么厝？比比的厝哦。咱这个倒椅呢，会使混在咱的小朋友的记忆，还有欢迎。啊，恁定定，恁若招出来学台语、练台语的时阵，就通啊看相要先炸出来，对，炸出来一个人炸出来，啊，大家做伙说。阿公台语安尼。嘿啊，啊，可明你当时要带阮去法国佚佗，机票最贵。机票最贵。好啦，我感觉恁真正拢就非常敖讲。啊，咱即马要讲上尾一句上重要的句，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台语。你感觉要用什么情绪？恐怖的，高水的，还是高水的？高水的哦。恁真正非常了不起。